些。些字共8筆。第一不豎，第二不橫，第三不豎，第四不提，第五不撇，第六不豎彎勾，第七不橫，第八不橫。上下列球。些的字義，表示不定的數量，一些、某些、些微、些許。用在形容詞後表示比較的程度，病輕些了。楚辭中的句末助詞。些的詞性分類解釋。副詞。少量，一點。如，些微，些許，些碎。水滸傳第41回，城裏並無些動靜。用於形容詞後面，表示比較下少許的差別。如，多些，簡單些，方便些，容易些。名詞。量詞。計算事物不確定數量的單位。如，這些人，有些事情，買些金子。水滸傳第4回，老兒和這小上街來買了些鮮魚，亂計。助詞。用於句末，表示疑問、感嘆、勸阻等語氣。在楚辭，朝雲眾常見。楚辭，宋玉，朝雲，雲兮歸來，南方不可以止瀉。宋，沈括夢溪筆談，卷3，辯證。楚辭朝雲尾句皆若些。金葵客，胡商及南北江老人凡禁就句尾皆稱些。此乃楚人舊俗。